各位先志友志吼，大家今日来到咱即个台语城弄吼，9月份即个讲座，咱特别邀请即个李昌华牧师，吼，伊嘛是教授啦，毋过在古以来吼，伊较关心大家叫牧师啦，对，咱要邀请即个真特殊的，就是讲研究即个荷兰时代的即个台湾史吼，甲对即个。伊虽然是读新学建学的，毋过就是讲对即个荷兰时代的真济即个荷兰文献吼，古荷兰文献荷兰语文有真深的研究啦吼。这方面咱台湾伫即部分投入的比较较少吼，所以真欢喜当有这个机会来邀请伊过去到最近我拢定还阁是看到伊拢伫台湾教育公布写迄个。真侪专栏吼，拢是这方面的就是安尼的一个，咱对荷兰时代了解可能嘛是真有限啦吼。台湾甲荷兰是啥物款的关系，啥物款状况？荷兰人来到台湾是安怎的一寡对台湾人产生啥物款的影响？甲即个西拉雅吼，即个北部做原住民有啥物款的即个活动吼？相信今日林牧师会甲提供咱侪资料，甲可能甲过去无一定共款的即个眼界安尼吼所以伫遮咱就我们甲麦克吼，甲互林牧师来请伊甲咱讲古早时代呀吼，还是讲遮的代志，来咱透过。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喜，今仔日有机会来分享我的兴趣甲我的理念。实在啊，对我来讲，我本身是属于即个宜兰甲我兰族，我是20世纪阮阿公坐牛车。对高兰朋友因为伫宜兰高兰拢受汉人的欺负嘛，汉人的欺负，所以迄当阵就是坐牛车去花莲，迄当花莲才拄啊开发，因为叫汉人欺负真忝，所以阮迄阵的高兰族的人拢彼此讲，咱莫讲咱是。咱要讲咱是番，咱是人，所以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若讲，一直甲我讲，你会记得咱是对福建多一个乡，多一个地，多一个里，几户来话咧咧，我以前真正相信伊的讲法，到落尾。有当时愈清楚愈可疑的，一直到迄当阵即个阮一个厝边叫做潘雕生，伊发现家己是甲我兰族，我若讲就是甲因老爸做伙对宜兰落去。所以这是我尾仔才知影。总是我伫读新人院的时阵，我甲史莱雅这个接触是对史料开始。迄当阵伫上课的时阵，老师会讲到平埔族，讲到荷兰人也是平埔族，这两个名词，迄当对我来讲有足深的吸引力。所以安尼，所以我才开始落去对这个荷兰史，对平埔族的这个兴趣，对迄个时阵开始。伫这个19差不多90年的时候，迄当时伫中研究伊有一个平埔工作会。迄就是对李仁奎艺术开始伊
邀请无共款的研究的人去迄个所在去每3个月一遍，无共款的即个学者发表伊的研究心得，大家分享安尼。迄对我后来去荷兰读册有真大的帮助，因为对遐个3个月一遍的即个无共款的人去分享伊的研究的心得，其实，互我的眼界规个拢拍开。其实，伫我去读西人医之前，我认为我是中国人，因为伫花莲算是国民党统治了上界完整的所在，一直到今仔日。自细汉就是讲，拢会想讲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去读西人医的时阵，迄阵就是西人医的教授问我讲，你的研究的兴趣是啥物？讲我将来要去做中国思想甲基督教思想的汇通。总是到我读西人医第3年的时阵，读2本书改变我的思想。这2本，一本就是平文敏写的伊的回忆录，搁一本就是这个 George K 的这个《Football Summary》。这2本书，互我突然间发现，头一个就是我自细汉到大汉，我所受的教育完全拢是欺骗。搁再来就是台湾历史的命运。真正是非常的痛苦，拢是叫外来的殖民者统治压制。所以迄阵因为对过去的迄种的被欺骗的感觉，所以就想要去了解讲，安尼过去阮祖先行过什么款的路？这是引起我对台湾史的这个兴趣，研究台湾史的上主要的这个动力。我开始的时阵，嘛是甲一般人共款，就是去读遐政治角度的这个历史。到一个坎站，我发现我是读西人，我毋是读政治学，所以要甲人讨论这个政治史，要甲人讨论其他的物件时阵，我发现遐是我真兴奋的领域，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讲，安尼我就倒转来我的家己本身的本行，就是对基督教甲台湾的这个关系，这个角度来去做研究。对1992年我写硕士论文开始，一直到今仔日。我对阮的信仰来讲，上帝我行过真侪所在，我经历过真侪这个资料。所以我开始做教会历史的研究了后，真侪文献都出现伫我的头前。上开始是这个台湾新人医，我是读台新，迄当阵这个新人医。因为要整理这个宿舍，有清一批物件，本来要摕去丢掉。去互迄当阵的这个新人医的这个图书馆馆长看到，伊甲迄批资料抢起来。迄批资料就是1919年到1945年的这个迄当阵的这个台北新学校的这个教务档案，差不多有这大套，非常的完整。然后来，搁伫我的手头搁出现马个日记。即摆咱伫册店看会到，咱买着马个日记嘛，3本，一大套。这原本伊是12本，马街的手稿写。所以迄当阵我就甲
这12本家己抄出来，排在最中份，出版。然后，我2002年去荷兰读书的时阵，这个台湾这个17世纪的这个史料，本地这教会的史料，摕倒转去印尼，就藏伫这个档案馆内底。经过几落百年的时间，拢无人知影，一直到2001年，这个荷兰派档案官员，迄当阵是联合国的一个计划，荷兰政府派档案官员去去荷兰统治过的所在的档案，还阁有留存去做设备，然后去看到台湾的史料，有500几件，我敢若小可会介绍。就是讲，对我个人来讲，我研究台湾历史，毋是纯粹这种兴趣。对我来讲，我研究这历史有我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互基督徒知影，上帝过去伫台湾行过的脚迹。这是我一生的使命。上帝互我行过这个路途，伊互我受到真好的这个语言的训练，我去真侪所在。我的同学就是去荷兰读书，然后就毕业。因为我较袂晓读册，所以我伫荷兰读2间学校，然后搁伫美国搁读1间学校。可是我这3个学校，我拢是对荷兰人行过的脚迹。我伫美国，我研究的就是美国人伫荷兰人伫17世纪去美国的历史。真趣味就是讲，其实今日咱讲的这纽约，古早叫做纽阿姆斯特丹，是荷兰人设立这个上馆的所在。后来叫英国占去，才改做纽约。其实这个吉汤街华尔街，华尔街是荷兰时代人来的街路的名，一直到今仔日。就是讲上帝互我遮尔侪机会去看到遮个史料，然后去会通对遮个史料去做研究。这是我感觉我甲别人比较起来，我特别幸运、特别好运的所在。所以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古早西拉雅，拄啊，这个数据这有恁看讲，这个古早西拉雅，这个名词伤，这个题目伤大。会使是甚物任何的即个物件，后来我甲分析咧，就是讲我挑工，互即个名较大，互人有较想象的即个空间。其实我要讲的是史料甲史事历史的即个代志。荷兰相关的即个历史，你讲荷兰人安怎来台湾，荷兰人安怎样统治台湾？也是讲伫台湾做贸易，甲东南亚即个关系，即个部分因为真侪人讲，所以我今日无要讲这，我今日就是讨论两项，一个就是史料，第二个就是对即个西拉雅伊的即个字典，去讨论对字典看会到的即个西拉雅因的即个社会结构，因的即个文化，甲即个对迄当阵的即个。荷兰人留落来的即个民族志，看到即个17世纪西拉雅人因的面貌。所以我就是为即个语言学，甲为即个教会历史的即个研究，这两个角度。即个是荷兰人迄当阵统治亚洲，属于即个东印度区域。就是讲，其实迄当阵荷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即个查克，就是讲迄个宪章，其实伊是对即个非洲的好望角开始啊。为非洲的好望角开始，一直到即个东南亚、
这拢是属于同一个公司伊即个做生意即个范围。咱台湾是算是伫即个所在啊。台湾拄啊是荷兰人因要甲日本做生意，要甲中国做生意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本地荷兰人伊是希望讲会当伫即个马靠即个所在有一个据点，澳门有一个据点但是中国政府已经甲即个澳门互葡萄牙荷兰人我派舰队去拍无落来所以伊退到偏湖偏湖中国的即个官员发现荷兰人伫偏湖起城，马上派兵去围，因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讲中国偏湖嘛是属于中国的，所以伊无希望讲中国迄个荷兰人伫遐有因的即个场馆，所以伫包围即个澳门偏湖几一段时间了，伊透过即个迄当阵的海贼叫李旦去做协调，尾就是讲荷兰人退离开即个偏湖，然后迄当阵的中国人甲即个荷兰人讲你过去台湾，迄个所在自古无属于中国，甲中国无关系，你去个所在。阮会派人去甲你做生意，所以伫即种的即个协调了，荷兰人决定来台湾，这就是台湾历史，甲台湾对原住民的一个拍拉政治的即种的社会，尤其去到伫即个商业的即个大航海时代，即个世界贸易的一个宽窄内底。这就是迄当阵荷兰人因统计所在。其实，咱对即个地图，咱看到伊较熟的所在，就是外海边即个区域，遮拢无遮拢无地名。意思表示讲，伊其实对这所在真亲近，就是讲对这山顶遐所在，因较熟的是即海边。上重要就是这个所在是西拉雅族。伫较北边叫做法弗朗族，伫这所在爱做一个小可做一个定睛。咱一般过去拢有一寡主拢会讲西拉雅族，搁起叫做洪雅，搁起才是法弗朗。实际上洪雅族是无存在。洪雅族应该是迄当阵，即个日本人伫调查的时阵，因问迄个区域的人是带什么款的人，迄当阵的当地人叫做番仔，遐就大番仔，因就是讲番仔就是一族叫做洪雅族，因为照荷兰人的即个文献，就是讲西拉雅族的语言对南部一直起来，为打到起来，一直到嘉义，都是属于这西拉雅族语言的这个区域。对嘉义起来将这个分林以上，叫做法弗朗。所以如果若是西拉雅甲法弗朗，这中间就无任何一个族叫做洪雅。其实共款的例嘛是发生伫这个北部的这个。克拉格朗这个族嘛是迄个伊人家去发明的实际上对荷兰文献看到的这个北部的这个族群叫做巴塞族，毋是巴塞，巴塞是伫即马巴塞是伫即马的这个部里。伫古早是伫即个大社神宫，迄个神宫迄个所在，迄个区域，迄写是巴塞族的。尾因为退入去家己内山，因为因的重点拢无去所以
其实巴西这个地名还佫有留落来，伫迄个苏澳要去苏花改，要落去花莲，还有一个所在叫做马赛。马赛迄个地名其实就是巴西，巴西过去的一个聚落，有这个地名咯。佫较趣味的，其实法布朗嘛，毋是叫做法布朗，法布朗其实毋是因家己的称呼啦，法布朗因叫家己叫做巴布萨，巴布萨族。我想人讲知影平埔族，就知影讲内面叫做巴布萨。因叫巴布萨，因嘛叫家己叫祖。到底是毋是山顶迄个祖族？毋知。因为祖族因家己本身的传说，因有讲因古早伊是对伊住伫海边啊，后来才去山顶。所以，伫即个这你讲到迄个资料，即个地形讲甲荷兰签订的即个合约的第8条，所有的政府档案会当签署到巴达维亚下，巴达维亚就是即卖的雅加达，雅加达。2002年，荷兰档案馆讲完伫雅加达的即个档案馆发现超过500页的即个人口的档案资料。那整理这批资料了后，发现有关台湾的资料并无完整。这代表几个可能，台湾的档案资料并无完全被发掘出来。第二可能是台湾资料伫数百年前已经陆续对巴达维亚转到荷兰的档案馆。目前台湾教会署佫欠的这个资料，包括西里坡的记录，佫有这个台湾小会1650年到1662年的这个会议记录，接受会的报告书，目前这批资料还佫伫整理中间。其实这批资料伫4-5年前，我手头我2002年我摕到的这个是影印的，后来这个印尼政府因的这个档案馆有甲所有的这个台湾资料用迄个数位 scan， 这个档案捌摕倒转来台湾展览会，迄是甲原民会，咱迄个原民会有派学者过去迄个所在，甲因建立关系，然后甲迄个资料迄当阵有copy 3、4个迄个光碟，就是档案，有寄一份互我，所以即马要整理遐个资料会当真方便去家做整理。我手头迄阵我摕到迄个影印本的时阵，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伊迄个顶面是鉛笔编号，迄编号因为时间固定的关系，拢看袂清楚，所以迄个每一页拢爱特别拢爱整理过，才知影讲伊迄个前后的即个关系。有即个电子档案了后，就真方便。咱可能会大家看几张即个档案。有关17世纪台湾历史的即个研究，是对语言学的即个研究开始，是对欧洲1822年的10月，迄个亚洲期刊中间有一个学者，就叫做Herr Krapok，这个 Herr 就是先生的意思嘛，荷兰文的先生的意思，伊的名叫做 Krapok， 伊用这个法文写一篇有关台湾原住民语言的这个研究，这是头一篇伫欧洲去研究台湾这个语言。伊这篇文章内面论文所引用的资料是迄当阵伫台湾的这个牧师叫做 Daniel Flavius， 伊所编写的这个教理文档，
的即个资料。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讲语言即个字典的，主要是即个法国人的即个语言的即个字典，这是1840年。啊，甲台湾话即个词汇集啊，即个是1842年。啊，即个台湾所有的即个台湾话，其实就是史莱雅话。啊，这就是即个1842年因整理甲出版的即个法国人的即个荷文版的荷兰文版的即个即本书的即个册绘。啊，就是讲有关台湾历史的即个17世纪的即个历史，伫欧洲有出现过，可是亚洲无人知影。然后搁再来就是即个甘威廉牧师咯，这是伫19世纪。甘威廉牧师伊是1841年到1921年，伊的年纪甲马偕差不多，伊比马偕143大2岁，可是伊的年纪比马偕加活真啊。马偕到1901年就过身啊。伊是英国长老教会派来台湾的这个宣教师，伫台湾服务的时间是47年的时间。伫将近半世纪的时间中间，伊算是一个专业的宣教师，啥物拢会晓。伊设立教会，捌伫到险叫公司啊，伫白水溪啊，白水溪的即个事件。然后伊帮赞即个巴克利设立即个府城教会部。然后伊也设一个即个盲人的即个学校，叫做训诂堂。然后伊也编台语字典、厦门音新字典。这是大家拢较知影，可是大家较无了解，就是伊对荷兰史的即个研究。伊有出版4本书，拢是甲17世纪的即个荷兰史有关。头一个就是马来会语段。这是伫1888年出版，第二个是台湾宣告的成功，这是伫1889年。然后就是即个法国人的即个基督教信用指导要项，这是伫1896年。第4本就是伊翻译克洛特的即个史料集，第3本、第4本，然后甲伊翻译做英文，然后出版叫做《Formosa under the Dutch》。这本书咱伫这个册店咱看会到，叫做《河具下的福尔摩沙》。这本呢，伊的中文翻译翻得了，毋是真好势。即马可能有较好势，我毋知。不过伊的第1版，我发现内容真侪问题。这是甘威廉牧师。这是。即个咱头仔所讲的，即个第3本即个法国人的即个指导要项。这是伊原来是荷兰文，甘威廉甲翻译做英文，然后佮加上其他的物件，就变做是伊所出版的第3本。目前这本荷兰文的这个部分已经由日本甲台湾的这个语言学者来翻译做英文出版。这就是这个西河对照的这个马太甲约翰福音书，伊这是写讲马太甲约翰，就是这个是马太，这是约翰。实际上，这本福音书敢若马太福音书尔，所以伊这个原来这个甘威廉翻译时，伊就甲翻译做马太福音翻。不过伊的册绘是有包括约翰。这是1661年所出版的。这本册是收藏伫这个莱登大学的图书馆。这本毋是甘威廉翻译的一本，毋是甘威廉定印的一本。
啊，高威廉定印的迄本咱伫册店拢买会着。啊，这就是头拄咱所讲的迄个122年迄个学者伊引用即个丹尼尔弗莱纽的即个教理文章。啊，这本书有定印，啊，定印是由即个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叫做前景惠伦 Aaron Asai， 伊甲伊定印，迄是伫伊莱顿大学留学的时阵甲伊影印，然后就对即个台北帝国大学定印出版。啊，因为伊这内面都完全拢是荷兰文，而且伊讨论的物件拢是甲教义有关的部分，拢是甲这是迄当阵伫荷兰所使用的一个教理文档，叫做海德堡教理文档。伊所以内面无除了即个佛摩萨即个名以外，内面无任何一个内容是甲台湾有关系。所以前景惠伦有点阿塞嘛无改翻译，所以即个英文。这就是咱头仔讲的迄个克洛德，就是高威廉伊就是对这本史料集伊甲伊翻译做这个Formosa Under the Dutch， 这是第5本。台湾的部分是第3本甲第4本。这个克洛德伊的这个甲台湾有关的这个资料，包括有这个会议记录的国记录，教会的这个访问的这个报告书，那去访问的人，不管是牧师或者一般的官员，台湾小会甲巴达维亚的这个往来批信，荷兰各地中会印度委员会来往的批信，牧师甲台湾小会、台湾评议会个人的往来批信，台湾小会甲荷兰同一个公司往来批信，同一个公司职员讨论教会上班议题的这个决议。这是这个来台湾的头一个牧师，伊对西拉雅的这个因的这个生活，对因的这个文化非常大兴趣，所以伊当阵伊就写一篇民族这个民族志，这个就是迄本民族志的这个英文版，迄个牧师叫做George Candidius， 甘地斯牧师，迄是来台湾的第一位牧师。这是这个1627年1628年写的，内面是西拉雅做社会宗教风俗，真完整，毋是上完整。后来这个台湾的地叫上最后一任台湾长官归出版伫1675年的这个秘问台湾，到1704年萨瓦纳岛的这个佛摩萨。卡萨斯的人口论甲孟德斯鸠法义内面，伊拢有引用即个台湾略记内面所讲的一个台湾人的风俗习惯，西拉雅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习惯是啥物？这个风俗习惯就是讲，伫西拉雅因结婚，年纪会人10几岁就结婚，可是西拉雅的这个。结婚了后，因翁仔某无带到因有查甫的会馆，有查某的会馆，虽然带虽人的所在，因会使结婚，可是袂使生囝。爱到什么时阵才会生囝？到36岁、37岁，这个女性才会使生囝。若是伫这进前20几岁生的囝要安怎？迄当阵的这个风俗就是强制堕胎。所以这毋是干那这个
甘地书伊即个台湾历史内面有讲，其实伫后来宣教师的即个讲道篇内面，也有摕到即个西拉雅即个方式，甚至法国人族伊嘛有即种方式习惯，就是讲女性爱到36、7岁才会通生囝，伫个进前拢爱强制堕胎。啊，为什么爱甲即个囡仔强制堕胎？因为上到高生的年纪是一段时间嘛，到36、7岁都袂生啊，较袂生啊。啊，有真侪的即个解说，有的人即个人口论，也是讲孟德斯鸠的即个法律，都是咧讨论即个议题啊。为什么一个部落内面的一个少女，伊伫年轻的时阵袂使生囝，到年老才会生囝。人口论伊就讲，伊就用即个食面的即个问题来推测，有可能是因为即个因为迄当阵西拉雅族因的一个部落，拢1-2千人，伫一个所在住1-2千人的时阵，即1-2千人因的食面买伫倒位来？逐工迄是逐工拢爱食，因所种造的物件有限。即个拍蜡嘛是有时有阵，总是袂使甲即个肉肉肉，逐工拢食肉肉，一定爱有主食。所以主食无够的情下面，因只好控制即个人口的即个成长，来满足即个部落的即个继续存。这是即个卡尔萨斯人口论伫讨论的即个议题，用即个角度讨论。若是即个法医，伊是用即个堕胎合法去斩杀无辜的囡仔，这伫法律上的意义是啥物？伫讨论即个议题。所以即个甘地书，即个台湾历史伫欧洲的影响非常的大。上趣味的是即个萨马拉萨的即个福尔摩沙这本书，实际上伊是一个欧洲人。伊伫欧洲，伊讲伊是去互即个天主教的神父绑架去欧洲的一个台湾人。伊迄本书就是伫写讲台湾的风俗习惯，台湾的即个一切的即个社会改善因的宗教，真大一本真厚真大一本书，可是内面拢是假的，拢是空的。所以伊就叫做福尔摩沙。因为伊本书的册名叫做《福尔摩沙》，所以人后来大家拢知影讲，即个萨马拉萨的意思是欺骗家的意思。搁再来，这是伫即个我伫中和的即个台湾图书馆内面看到即个资料，其实当初。我伫写论文，我伫荷兰已经找真侪资料，可是也无法度完整甲台湾的风俗习惯的部分甲伊写出来。一直我伫即个中和即个台湾图书馆的6楼的即个台湾研究中心，才甲所有的即个资料找着。这是其中的一本。佫有包括迄个西拉雅即个语言。这个匹配资料为什么台湾会受重要？就其实日本时代，因为咱头有讲迄个前景惠论，伊去莱顿读书，伊甲迄个Daniel Kravius 的迄个教育文档，甲伊翻译，甲伊中印，迄阵来台湾，伊当时伊当时也买足侪。伫荷兰伊找会着、看会着的即个台湾的即个档案资料，伊拢总买转来，本来放伫即个总督府的即个图书馆，后来战后即就变做叫做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后来就对即个即摆即个台北科技大学刷去中央的即个图书馆，迄份资料非常完整。咱台湾其实即摆要研究17世纪荷兰历史，要看荷兰档案资料，毋免去荷兰，因为
伫咱台湾有3个所在有收藏，荷兰台湾的即荷兰东岸的即个即个微缩影片，一个伫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台湾史研究所，一个伫即个台湾图书馆，搁一个是伫53年的即个史料中心，因拢有3套。这3套的这个内容无啥共款。这个中央院是收藏有关台湾的这个完整，就各第4套伫台湾大学的这个伊的这个古早研究图书馆，即种拢总放伫去总图书馆内底。这4套的这个内容无共款，这个。这个台湾图书馆内面收的这个档案，伊是用年份，迄年等于是1624年所有的东印度公司的资料拢有，放伫咱的迄个图书馆内，内面嘛有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的会议记录，算是真完整，哎呀，非常完整，所以。将来呢，台湾的这个少年辈的这个学者，因有法度研究荷兰文，因就会使伫台湾就使做研究。这是大卫莱特伊内面，大卫莱特这个人，伊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伊伫东印度公司内面做职员，真长一段时间，伊差不多伫甘地斯博士来前，伊就伫台湾了。差不多一直到1950几年的时候才倒转去。19世纪的这个甘威廉，伊对大卫莱特非常有兴趣，因为偏偏是苏格兰人，可是伊捌去档案馆去找这个人的资料，拢找无。总是这个人的这个资料收伫荷兰伫1671年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荷兰出使东国记》。内面的第1个部分，就是有关台湾的部分。这非常完整，内面有这个除了这个西拉雅的这个资料以外，也阁有1651年，捌伫台湾发生过一遍的民变。民变的迄个资料内面嘛有，伊嘛有记录，因为伊有参与到迄个事件。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资料。这就是我头所讲的荷兰出使东国记，这内面有荷兰文版的，这是英文版的，两个出版的时间差1年，对，意思是讲，伊荷兰文出版了后，马上翻译做英文，伫英国就出版了。这本书会使伫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台湾图书馆会使看。你若讲中文，这个荷兰文看有，你会使看英文版。内面就是有关台湾的这个资料，伊内面讲到台湾，全台湾为东部到为西部到东部的所有的这个迄种叫做王国的名啦。到底是毋是真正安尼？毋知。过来就是这个福摩萨这个词汇集。这个大卫莱特台湾，伊是差不多伫荷兰统治时期伫台湾服务的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伊这个词汇集有收1070字的这个西拉雅的单字。中间除了物质生活的词汇以外，部分到文化宗教的这个用语，伊用17个主题做中心，并且用荷兰文来依据来加上西拉雅的这个对应的这个词来编排，算是河西这个词汇集。这就是这个这嘛是伫这个台湾图书馆内面影印出来。所以顶面叫内田文库。
这个资料非常重要。后来，这个村上直次郎，伊有出版一本书叫做新港文书。新港文书咱其实伫册店咱看会到。新港文书这本书，其实伊用的这个内面有一个词汇，有编一个字典，就是用这本词汇词的这个单字来去编的字典。所以这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过来，咱有讲到这个2002年迄当阵找到的这个台湾档案资料，这就是其中的一封批信。咱先来我简单甲大家分析这个批信伊的结构。17世纪荷兰人文献中间所有批信的结构，大部分拢是由收件人敬称写批的这个批信的这个理由伊的本文，就是伊批信的这个写的这个意见、写的时间甲写的人的签名。因为当时这个批信要送无简单，所以每一封批信拢有伊特别的这个目的，伊袂凊彩写一封批。大部分的这个教会批信拢是由本人来写，少数由当头时的这个书记官来写。所以咱搁倒转来看这个批。这个批这是收批的人，这是收批的人，伊拢会写伫这个顶头。这是敬称啦内面这就是本文，批信的本文。下骹伊会写伊写批的这个时间1649有看到这1649写的。字真水呢。字真水。这是伫9月。September。这个。October 嘞。October。9月29到10月1649，写人签名伫遮。这是迄当阵的这个叫做雅国华德的，这就是一封批信伊的结构。所以不管几页，伊的迄个就是拢是同款。所以你一般你读这个批信的时阵，拢为中文开始读，因为头前来讲一堆废话。为中文开始读，然后伊的结论就是伫后壁出。你你看无啊？你哪会对啦，因为这个资料，有两个，头一个就是伊的纸会变较深，因为保留伫这个印尼档案馆，因为伊算是殖民者的这个文献，所以伊所收到的这个对待无讲真好势，所以佫加上印尼真善，有当时档案馆伊甲迄个厨师机甲关掉，还是甲电甲关掉，迄个潮湿气就入去。不能恒温的了。哎呀，不能恒温。若讲伫荷兰档案馆家己本身保存的资料，经过300年，你看甲新的共款。哎呀，伊迄个温度甲湿度拢控制拢非常好势，迄个物件绝对袂使离开档案馆。所以伊佫加上迄当阵，迄个因写，因为迄是重要的这个批信，所以因用的纸是上好的纸。佫加上迄当阵也无用迄个化学的物件，所以伊纸袂有迄种较无迄种酸化的问题。共款的物件，我伫即个台湾新人院的迄批教育档案，伫战前日本时代的即个档案的纸的品质拢足好个，到战后纸的品质规拢差去，所以
日本时代的资料做啊搁真清楚，可是战后的资料的迄个学生的资料做拢浮去啊。啊，就是啊，可能就是伊内面有化学的迄个物件，啊，酸化去。啊，这是这个后来这个咱头有讲这个台湾小会头一遍的这个会议的记录，内面有内容，我小可有做整理讲中间报告教会发展的状况，学校学生的进展，学校教师的教学甲生活情形，最后检讨伫日咱地城中间。荷兰信徒中间的冲突，以及教会要采取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措施等等，这就是这方这个历史记录内面所写的这个内容。所以透过这个内容的这个讨论甲分析，就会使知影讲17世纪当阵台湾教会的状况是安怎。其实伫2010年了后，差不多台湾嘛出现真侪袂晓荷兰文的荷兰文专甲荷兰史专家，因为有这几项资料出现这拢是这拢是规套的这个册咯包括日咱地的这个日期，这是由这个台南一个江秋生先生伊翻译，伊是真早期去荷兰读书的一个学生，伊后来伊无摕到学位啦，不过伊就住伫荷兰，因为伊对荷兰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对台湾历史的甲伊因为住长时间住荷兰，所以荷兰文真好。所以迄当阵，即个台南市政府伫张灿宏伫做市长的时阵，就拜托伊甲即个日咱地城的即个日期，甲伊翻译做中文，拢翻译完成4本，所以后来即个江秋生先生有得到即个总统的文化奖。第二个就是《佛摩萨Encounter》，中文翻译叫做《会议福尔摩沙》，有3本。实际上是拢4本4本拢出交，这是我可能较早期写，4本拢交，这个《佛摩萨 Encounter》内面就是所的内容，就是有关荷兰人甲台湾原住民的这个互动的资料，所以这4本是这个顺延原住民博物馆出版，因为顺延原住民博物馆因真希望人了解过去历史内面原住民伫台湾史内面因的这个生活因的历史，所以迄当阵伊甲荷兰的一个学者合作，由这个学者去荷兰的档案馆。甲台湾有关的这个档案拢抄写出来，而且甲伊翻译做英文，然后伫台湾出版。后来这个顺延原住民博物馆也有邀请一个东华大学一个康培勒教授，伊是研究荷兰史的，甲所有这4本的这个英文版拢翻译做中文。再来就是第三套是西班牙人伫佛摩萨，Spanish in Taiwan， 这是这个代的一个这个西班牙的神父叫做鲍小欧，伊教授，伊去收集有关西班牙伫台湾的这个史料，然后伊出版这套册。后来，伫这个清代一个教授李玉忠教授伊嘛出版几本史料，再来就是第四部分，这个还阁进行中间，这是由这个
古早的即个省文献会，省文献即摆属于国史馆嘛。因甲即个荷兰迄个所在合作，因甲迄当阵要来台湾的长官的即个写到转去，每一年伊拢要写一封回信转去荷兰去报告伫台湾统治的经验，台湾的民情。即个报告书就由即个荷兰的即个学者来抄写，然后来翻译做英文甲中文。即摆已经出版，敢若第3本啊、第4本，伊会一直出去，出到所有的即个荷兰、台湾长官拢出现为止。所以其实对这个已经出版这个资料，已经有法度来写真完整的论文。咱要讲实在啊，一定要讲法国人哦，因两组敢若像西方上尾安尼吼，因为伫历史中间就是拢一直有关系比如讲法国人因的领域性足强就是讲家己。以北分林迄个所在，因就讲这是因的猎场，其他的人袂使入去，咱就去因就会去甲因跑去甲因看，所以这两族的关系是非常的歹。伫荷兰时代，因会互相攻击，其他人去要抢因的物件，法国人因的族是。因的社是比其他人搁较大，像讲伫荷兰文献内面看到，即个法国人族的法国人社，即个社大4000人，即个族伊是照迄当阵文献看到，伊是正族帕拉，因对帕拉是非常的严格，就是讲一年。真短的时间才会使拍啦，剩的时间是绝对袂使拍落所以因的陆军拢真好势安尼。我去查伊即个法国人的即个字典，发现一个真趣味的一个现象，就是讲，这嘛是台湾史的一个脉啦吼，就是讲，法国人族伊是住即个平原而且伊的即个文字内面，甲建筑有关的词汇较侪，陆仔有关的词汇较侪。可是除了即个建筑甲陆仔以外，另外伊的词汇内面有出现东部的鱼仔的名，譬如讲曼波鱼，尾鱼、旗鱼，即种鱼敢若会出现伫东部呢？西部无即种鱼，因为这是属于较深海的，西部是沙岸。为什么看起来是建造一个民族会有即个东部即个鱼仔的词汇伫因的文字内底？我看伊这个词汇名，毋是荷兰文，意思是讲这是伊家己本身的语言。这代表什么意思？这可能这个族以前捌是航海民族，出海的民族，甚至因有法度坐船出海到东海岸去掠鱼。真显然，迄个鱼真好食，然后产量真济，所以因有法度炸转去，而且变做是因的词汇之一。其实咱拢就是讲，即马咱理解内面的即个原住民会晓航海民族，敢若纯达悟族尔。阿美族
啊，比如说咱知影除了种产以外，因嘛有甲海产有关的物件。可是阿美族因是甲因有关是拢伫潮间带，意思就是讲因拢伫海边啊。浅海差不多10公尺以内、20公尺以内。啊，因为西拉雅族就是安尼，可是啊，法国人族因有这种东海岸即个鱼仔的词汇。其实啊，伫即个日本的即个文献内面有讲到高法兰族，高法兰族啊内面根据迄个啊，就是日本人讲的，摕来甲人做因的即个口碑吼，就是讲伫金山即个口碑，讲每年的即个秋天、冬天，当即个高人即个即个啊，因的即个啊修成，因的即个啊场啊，也是讲啊，因的即个建筑修成了后，因会坐船去到伫北海岸去遐渡人头，转去。所以，其实咱对台湾的原住民到底有偌济民族是航海民族，甲海洋的关系到底是安怎？这是一个真困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无搁较济的即个资料，总是咱看会到就是一寡物件伫迄个所在。譬如讲，考古学家刘义昌，伊有捌提起讲，其实伫3、4千年前，台湾的原住民，特别是东部迄个叶仔，伫东部迄个红田顶面就是石面山顶面有桥出产桥啊，台湾桥。啊，这台湾桥有出口到伫越南，伫迄个甚至伫越南迄个所在有即个桥仔的即个磨桥仔的即个作坊，伊就讲迄是台湾上较早的台商，出口台湾的桥仔到即个桥仔的出口比琉璃珠入来台湾搁较早，就是桥仔先出去，后来才琉璃珠入来台湾。总是遮个人是安怎出去的？因坐什么款的？因是家己坐船出去，还是坐别人的船出去？这就是台湾历史的即个脉。就是讲，其实台湾历史的即个研究咱会讲无应该干那放伫台湾，应该放伫规个东南亚的即个规个架构内面。去思考，就是讲台湾海峡，甚至是即个东海，即个部分应该是一个文明的即个文化圈。即个即个文化圈的内涵是啥物？内容是啥物？我想这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即个研究，甲伊描绘出来。除了这东南亚这个角度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跟台湾真有关系，即个南岛，台湾的原住民，这南岛语族，台湾人因为咱对于原住民的印象，因无法度出海，可是伫东南亚真侪所在的人，譬如讲纽西兰人。纽西兰因的迄个部落原住民部落的迄个祖灵屋，看起来甲阿美族的即个祖灵屋是共款。我捌去关岛，即个拄着当地即个叫做因迄个族叫做查莫洛，查莫洛人讲因的祖先伫台湾。就是讲即个咱伫即个历史的即个文献里面看到的迄种的关联性，毋通讲将来咱有搁较宽阔的即个眼光去做研究，甲伊
用亚洲的台湾，还是南岛语族的台湾，这种角度来看咱的历史，咱的历史就袂去互中国史绑掉了。所以对伫这个角度，我就有去找这个西拉雅的这个词吼，甲马来话的这个词，甚至甲马达加斯加的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词是1603年，迄当阵荷兰的一个舰队的这个元帅，伊倒转去了，又写一本书，就是有关这个语数的部，我甲伊内面的这个数字给摕出来做这个对比吼。就是讲，头拄我讲这个法国人就是巴布萨。如果咱对这个法国人甲巴布萨，咱看伊这个差不多拢共款啊。差不多拢共款。如果若甲法国人的这个词甲西拉雅的词做对比的时阵，敢若较远，较远。然后个西拉雅甲马来，还是马达加斯加。有一寡共款，所以对这个语数的这中间，就是讲会使确定，就是法国人实际上是巴布萨。所以西拉雅甲法国人中间的关系，就这个数词的这个差异所显示。是距离相当遥远的语言。首先是西拉雅的这个数字日理嘛，甲南岛语族相近的这个理嘛，这个拼音真接近。这个小川上义所收集到的这个法国人的这个5个数字是哪笔，甲理嘛完全无关系啊，所以因这两个。甲无关系。若数字10伫西拉雅用语是伊搁加上10个即个叫做 KT 案的组合字，但是法国人伊就用7来表示。除了这以外，其他的数字差异真大，差别真大，真歹想这是两种语言中间有相关的这关系存在。但是因为语言上完全无共，所以加上法国人的即个排外的即个性格，因为伫法国人即个语言，像人甲敌人是同一字的，所以呢，无相关人就是敌人啦。所以伫到17世纪文献内面，西拉雅甲法国人中间无有任何有神的关系的即个记录。即个法国人即字吼，真趣味哦。即法国人因无 F， 啥啊？因叫做法国人，其实是两字合做伙，叫做法语。法语就是 D 啦吼。有诶族叫做巴贝啦，巴贝，搁加唐人诶即个人，叫做合起叫法语人，就是法国人，就是D仔人。这是西拉雅叫法国人叫做D人。即个法国人，咱头人讲，伊甲敌人像人看作敌人，伊叫人叫做包死的。若是唐人，伊叫做扑是啥？有两个可能，我印象敢是赛还是招，放赛还是放招的意思？放屁嘛。所以，其实伫台湾史内面的研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荷兰人离开了，为什么荷兰人
包括咱即个族就消失去。啊，有人捌写论文去讨论即个，其实介简单啦，因为福兰毋是恁家己的生活啊，是荷兰人，家对希腊人称伊叫做福兰，因家己叫做巴布萨，啊，当然都无去啊，嗯，所以这是其实对文献、对语言即个本身会当回答真济。伫其他文明看袂到的物件。啊，若是希腊雅即个字，嘛毋是人的意思。因为其实咱看迄个中研院的即个民族研究所内面，伊有内面有迄个网站内面讲到即个台湾的即个族群的名，伊拢用人来称呼。就是讲，譬如讲达悟。达悟就是因的这个语言人的意思，本语嘛是啊。可是希腊雅是特别，希腊雅伊毋是用希腊雅字来叫做人，伊即个叫做巴古人，这是伫即个荷兰人留落来即个文献才看会到。若是希腊雅即字，安尼希腊雅是啥物意思？希腊雅。根据我看是语言，希腊雅话，毋是希腊雅人，是语言的即个意思。是因的社会是男女分工的社会，男性负责拍拉甲作战，女性负责即农作甲掠鱼。若部落的即民族是有12人议会，这12人议会是大约拢40岁人担任议员。除了即个议会议员，还佫有祭司、教师共同来统治。家庭的结构有2种，40岁进前是以年龄阶层为单位，男女分居；40岁以后，翁仔某共居，毋过搬离开部落的中心。所以咱头讲到，因翁仔某结婚无带斗阵，因为这是因的社会制度要求必须是安尼。为什么呢？安尼要求，上主要就是因为迄当阵希腊雅因的即个部落中间是互相作战，非常会定来会抬来抬去。若是大家拢每一个家庭拢分开的时阵，要临时要调集所有人，无遐尼简单。毋过如果若是男性拢带斗阵的时阵，马上就有军队人来对抗外敌的即个攻击。即张图大家拢捌看过吗？有啦，即张图就是即个台湾人的意思啦吼。这是17世纪，迄当阵伫台湾做兵的一个德国人，应该袂使讲德国人，迄当到无德国，那个日曼人吼，German 的人，伊叫做司马卡登，伊迄当阵伊。用手背落来，迄当阵台湾人伫拍拉的证明，顶面是写德文，我翻译做中文。伊讲，阮逐工伫田野奔跑，听见阮会通听见手中铃铛的即个乐的声音，而且拢有手抱一个铃铛。阮以拍拉为生，只要身体若枯槁，每一个人拢出外拍拉。当阮会当钱失去准确的时阵，拉狗会为阮堆这拉面。希腊的人是真好走的民族。根据当时荷兰人的即个描写，就是讲，因伫掠拍拉的时阵，因是走伫落仔的边啊，然后甲刀仔抽出来，甲落仔然后甲刀挂起来。所以，伫迄个20世纪中期，迄种有一个吴新荣校长伫台南。伊有写伊迄个台南嘉义迄个所在，伊的一寡底文，其中有一个叫做非番母，
吴新荣敢是医生？医生，对，毋是哦，你医生伊是迄个双男者嘛？敢是吴新荣，吴新荣，医生，伊是医生对。啊，伊讲政治是安怎？是安怎个做？是哦。啊，伊就写一个非凡母，啊，非凡母就是你讲着迄个希拉雅族的前后走。伊讲因甲即个标签甲写出去了，走去头前过。这卡通啊！啊，这吴新荣讲的，这毋是我讲。招标啦。哎呀，走哪标？招标个，招标招哪标？遐咧讲。啊，即个希拉雅因的社会制度，根据甘地事务所的即个原则是叫做全民国旗制。咱头人讲伊12人的即个议员哦，可是12人的即个议员，因无决定权，因是提供建议，所以因真正的国旗是伫部落会议，部落会议的时阵是所有的部落的成员拢爱参加，伫即个公改的头前伫遐开会，啊，然后即个议员伊就提出伊的即个对于代志的即个建议，然后由即个公决来决定。哦，比如讲，上个重要一个会议就是，当荷兰人出现了后，到底部落是毋是要接受荷兰人，还是拒绝因？因为迄当阵有日本人。伫台湾有日本生理人，日本生理人讲，你甲荷兰人赶走，然后咱阁继续做生理，因为荷兰人一个人要甲咱，一个来台湾就要甲咱卡死，甲日本人卡死，甲希腊人卡死，所以因就非常无满意。可是即个新港社的人，新港社甲迄当阵有几个大社，比如讲新港社、麻豆社。甲目加流湾、小龙社，这几个社拢是对敌。甲这几个大社比较起来，新港社算是弱社，较细的这个社。所以迄当阵这个会议决定就是讲，要甲荷兰人合作，因为若有荷兰人伫因的中间，麻豆社人就毋敢来拍。咱会使挖即个，会使靠即个荷兰人来保护咱。可是内面有议员无同意啊，所以后来遐无同意的议员，伊就甲日本人合作。伫1628年的时阵，迄当阵就发生一个事件，叫做滨田米兵会事件。就是因为伫部落中间，伫即个会议全民国旗的，有的人认为讲应该甲荷兰人合作。有人无同意，即个无同意的人，就是后来去互即个台湾长官掠因去日本，因要去拜访即个将军，可是将军拒绝甲因见面，不要因转来台湾，因转来台湾去互即个台湾长官甲因扣押，本来要甲因审判。因为安尼，所以迄个日本的迄个滨田米兵会，伊是一个武士，伊就出手去攻击即个长官的即个即个大的所在吼，甲伊的囝，甲伊变做人质，即个长官嘛变做人质。后来因为迄当阵荷兰人需要甲日本做生意，因为甲日本做生意，迄当日本生产白银。因要甲中国买物件，伊需要日本的白银，所以日本做生意绝对袂使，即个线袂使断去。所以后来，即个长官叫做奴役，伊后来颠倒过去日本归罪。所以这是咱头仔讲的即种部落会议。实际上，即个部落会议比即种所有的民主的社会更较民主。系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即个制度是由全民来决定代志。所以这是因的即个制度。除了政治上的即个部落会议以外，
另外因即个议员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去监视即个部落成员是毋有遵照因的即个祭司的即个命令去做代志，因为伫西拉雅的即个因的宗教内面，因有25条的即个禁忌，禁忌就是讲有的禁忌真奇怪哦，比如讲即个猪仔你要修行的时阵，袂使食甜的，而且有一段时间必须所有人拢袂使穿衫，不管查甫查某拢袂使穿衫。为什么袂使穿衫？因为迄是因的禁忌，因为讲如果穿衫的时阵，因种做物件就叫落啊食去。所以有即个甘地事务所，伊就讲有一遍有一个人，就是伫路边看到甘地事务所甲伊讲话，然后伊迄个人甲伊讲，伊讲到一半，伊有穿衫伫，暗看一个长老行来，伊甲衫拢甲脱掉，徛咧边个草坡仔底安尼，顶下迄个长老行过，才佫甲穿起来，就是这是因的即个宗教伫控制的即个部落，所以这是因千百年来就一直拢延续落来的一个风俗习惯。如果若毋是同一个公司来统治，因会安尼继续落去。后来同一个公司伫台湾38年了后，真正有改变。即个西拉雅族的人因真侪物件，我小等下佫讲。这是荷兰人为即个西拉雅族的道吼，咱咧有一个概念，就是讲，遐为西拉雅人从来毋捌来过台湾。所以咱看伊为即个人特别像乌人对无？为什么伊会甲西拉雅人画做乌人？因为荷兰人伊伫称呼亚洲的人叫做 Zwart 就是荷兰话内面的乌人的意思。是亚洲的民族有乌人无毋对啦。印度卡雷拉迄个所在，迄个也是讲迄个斯里兰卡迄个所在人皮肤拢足乌的，可是嘛有白种人啊，亲像日本人皮肤就足白。因为迄个画图人伊毋捌来过台湾，所以伊就想讲迄个 Zwart 甲非洲的 Zwart 应该是共款。所以台湾人就变做乌人啊。叫为做乌人。后来，伫即个荷兰，伫1635年到36年，由南北的征伐了后，原来的即个部落会议就去由皇家会议来取代。后来即皇家会议改名叫做地方会议。即个就是讲。本地伫决定代志是所有的部落的每一个成员拢会通决定，后来变做是讲，即个部落的即个长老，伊必须去执行同一个公司的命令伊做的代志。如果伊若是有认真执行的时候，伊第2年会通阁继续做长老。若无的时阵，伊就去用伊的即个职位就去用拔掉啊。伊就变做，意思是讲，伫1636年以后，每一个部落的即个长老就变做特首啊，就是家己本身就无法度去保护部落的即个权益。这就是嘛是伫头拄仔咱所讲迄个司马卡登伊的即个书内面，伊画即个迄当阵伫台湾的即个地方。会议、地方集会的即个的图，伫即个图内面，咱看到坐伫中央，这是台湾长官，坐伫即个岛啊，这拢是台湾的原住民部落的即个头人，因来入咱地啊，长官会招来因食饭，然后食饭了后，就是颁奖的时间啦。
反正意思是讲，发成绩单啦，你若成绩好的时阵，你人无继续；你若成绩无好的时阵，你的迄个权杖甲迄个天鹅绒的迄个外头都提走嘛，换别人做安尼。佮再来对古人伫因的即个字典内面，咱看到较特别的即个现象，就是因的亲族关系哦，就是因老爸甲阿叔阿伯，共我拢叫做三嘛，阿母甲阿姨阿婶叫做生啊，所以老爸无啥物特别啊，就是老爸甲阿叔拢共款，阿伯拢共款，所以只要是部落内面共款。甲老爸共款的即个，拢会使叫做共款的称呼，每一人拢变做老爸老母嘛共款，所以即个男女的即个家庭，咱所理解即种家庭的即个关系，伫史莱雅，伫迄个时阵史莱雅是无存在，所以即个以老爸甲老母的即个家庭的即独特性消失去。这是史莱雅的即个迄当阵的亲族关系，所以第一代叫做三嘛，老母甲阿姨阿婶叫做生啦，第二代叫做读本，就是后生，大伯查某囝，大家乐养囝，第三代叫热尾，安尼三代，就是讲向顶面即个称呼是拢共款的，这是。即个荷兰人画即个台湾的即个厝照理来讲，迄当阵的即个厝拢是用德光厝，可是这看落敢若是像迄个茶厝。即张图是伫过去内面，拢会叫人看作是即个荷兰人伫台湾起的教堂。这差不多到1990年代。到90几年代前，还有即种的想法。因为迄个荷兰文，伊原来就是讲荷兰人的即个礼拜堂叫，但是事实上，荷兰的教会伊是属于改革宗教会，改革宗教会伫礼拜堂内面拢无任何的即个宗教的象征，连十字架都无，所以伫礼拜堂内面无可能有遮个物件。譬如讲有即个鹿仔的头啦吼，嘛无可能烧香，嘛无可能人跪伫涂骹安尼拜，安尼，这毋是教会安尼，这是啥物货？其实咱头讲着甘地书伊即个即个台湾绿皮内面，有描写即个史莱雅族的人的一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因的一个祭祀，这是去描写一个节期啊。这个节期就是差不多每年的这个春天的时阵举行。伫这个节期的时阵，就是每一个部落的所有的这个妇女，这是甲政治有关的这个宗教的节期啊，所以拢是妇女参加。妇女参加，就是讲伫这个做节的时阵，大家拢伫这个因所竞选的所在，伫迄个所在食饭啉酒。一直啉，一直食呢。到落尾就是伊的女祭司，因会起一个寮仔，起一间寮仔，然后伊的女祭司会爬去你即个厝顶，爬去你厝顶创啥？对因的神讲话。讲一段话了后，伊会做一个动作，甲衫脱掉，甲衫脱掉要创啥？就开始伫伊即个寮仔顶头放尿，若尿放愈济，表示迄年的即个雨水愈足。这就是为什么伊要即个做即个节期，要做即个礼仪进前，爱一直啉物件的关系。意思是讲因啉真济水，然后会使放愈济尿的时阵，即个迄年就会丰收。所以咱看伊这张图内面，才有一个女性爬起来顶头，则无穿衫。这其实是你讲一个过程，
本来有穿衫，后来甲衫脱掉，然后徛伫顶头，开始放尿安。所以这毋是迄个教育古早进前讲的是荷兰人去的礼拜堂啊？徛咧房是徛咧房。徛咧房。哦。所以佫较厉害。若是希腊人，因有13个神，有迄阵拜13个神就是即个头一个叫做塔马基山港，就上主要是住伫西方第二个神是伫东方这神是甲即个疫病有关系即个传染病有关系。如果若无拜因的时阵，会有传染病。第三是管雨水，第四是即个女神即掌管即个建造甲参干的即个蔬果，人类的性命付予奉献政治甲食物互即个神。如果若单位讲，其他人会讲，迄是伊伫骂伊的动物为什么无要落雨？这其实伫南部伫热天的时阵，拢会有西北风嘛，西北风拢会单位讲，所以特别单位讲就是讲迄个神伫骂因翁所以单位讲了后就是会落雨所以因翁表示拢乖乖听的，对落雨安尼。佫再来就是因要管即个破病的神，有2个，然后第7个、第8个是甲帕拉有关的，甲帕拉有关的神。第9个是战争的神，第9个、第10个战争的神，第11个、甲12个是即个甲祭典甲有关的即个相关即个祭典的神。第13个较趣味第13个神讲本来是希腊人，毋过鼻仔伤重，叫人笑，所以尾仔伊就恳求伊的天顶的神回到天顶，后来因落来降临人间，带来27条的即个戒律，就是咱头所讲的迄个禁忌啦伊警告全民，如果若无遵守这个禁忌，会遭受真严厉的即个惩罚。这是即个希腊的即个战争这你讲帕拉即个希腊人伊的帕拉是为外面向中心来进发安尼就是讲甲落啊先围伫内底，然后外口的即个蜡人开始向中行然后向即个即个落啊来射击。咱头有讲，即个希腊人因手拢爱挂铃铛，挂铃铛的意思就是伫迄个时阵有2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讲提醒其他的人讲，才有人伫遮，迄个钱袂使射对遮来。第2个就是讲，即个声会落啊紧张，紧张着惊伊就会四界又袂走，就是讲规阵安尼弄，那规阵弄，因就无法度动得了。即个拍到即个落来，通作为即个全民的即个食面的来源。村内即个落花会行做肉干庙长人，若是落皮庙，日本的生理人，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即个器具。后来荷兰人统治了，嘛真大量出口台湾的落皮上界大的即个，捌一年出口20万张的即个落皮，意思一年。至少开30万只，因为会通真做出口的这落皮是表示较好的，有一寡受伤的，有的是一寡带囝的，所以后来希腊的这个区业就拢无落几年了就拢枯竭所以因伫希腊的这个区业枯竭了，因就往北，就是法国人的所在。因后来荷兰人出兵去拍法国人，拍几啊遍，把规个法国人的即个因的即个势力拢拍倒去。
即个西拉雅因有即个部落中间的即个作战，因是用土石的方式，啊，嘛有正面的即个对战，啊，较济是土石啦。较趣味，甲因宗教较有关系的，就是因会剁人头，咱有看到有迄个剁人头的图，啊，即剁人头要创啥？就变做因保护神。因逐日要去烧台的时阵，因都会对这个神祈祷。比如讲，这是伊的祈祷词啦吼。即嘛，阮恳求你，互阮互阮的即个灵魂，甲阮的身体做伙去战场。伫战斗中间帮助阮。如果你若愿意安尼做，阮承诺以后会不停供应恁祭品。啊，就是讲，你要出发进前。甲迄个人头摕来，啊，甲内面甲饲饭，饲甲足济饭安尼吼，啊，然后对念即段话，然后出去烧台。啊，若是剁人头转来，啊，就是表示这人愈强；啊，若是用毒气，就是对方强啦。所以这就是荷兰人咧讲，每一遍只要有剁着人头倒转来时，大家拢非常欢喜，因为表示因的部落有搁较济即个灵的即个力量来甲因帮咱。最后咱要讲起即个荷兰人对，特别是基督教对荷兰人对希腊人有4方面的即个应用。头一个是基督教即个信仰形态的即个转化，第二是即个历制的即个变更，第三是基督教。进入到希腊雅的即个武术中间，第二是族裔教育的即个推动。啊，我要简单介绍就是即个希腊雅即个宗教的改变。头一个就是咱有看见希腊雅拢有13个神，毋过伫荷兰人离开了，敢若拜一个神叫做阿立祖。阿立祖，事实上。伊是阿立这个字是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因为伫圣经，咱有看的迄个圣经内面所称呼的上帝就叫做阿立。阿立为什么毋是叫做 God？ 为什么毋是叫做耶和华？其实阿立这个字是这个称呼叫做我爱上帝。伫圣经内面伫即个希伯来人咧称呼上帝的时阵，叫做 El， 即个当称呼我的上帝的时阵，就变做阿立。所以阿立意思是我的上帝的意思。当然的即个穆斯林伊是拜伊斯兰人，伊是拜即个阿拉。其实阿拉这个嘛是对伊立来。所以一直到今仔日，伫马来西亚，因的即个基督教的即个圣经内面所称呼的即个上帝嘛，叫做阿拉。所以即个阿立取代其他的13个神，变做是希腊雅族所拜唯一的神。即个希腊雅族拜这阿立祖，伊是拜水。如果咱若知影讲阿立祖的即个宗教，咱知影伊是拜水，毋是拜迄个棺啊，伊是拜内面的水。为什么是拜水？其实即个水就是基督教洗礼的水。所以伊甲基督教洗礼的水甲伊变做转化，变做今仔日咱看到即个阿立祖的即个信仰。其实伫1980年、甚至说1990年进前。即个阿立祖是无采金身的，即摆你去看阿立祖的庙有金身、有烧香、有烧金纸，过去是无的。迄是后来因讲有托梦，也是讲有跋杯，甲因讲着爱采金身，其实这是宗教的汉化，这毋是原来即个阿立祖的即个信仰。我迄阵时我提出即个概念的时阵，迄阵即个
李仁奎就是迄、个语言学，伊讲，即个阿里就是李道，李道西拉雅词汇内面有李道叫做鬼，啊你伫即南岛古族有阿弥道，可是人要拜神人袂去拜鬼，所以因就是称呼即个阿里祖，即就是讲。原本是多神信仰，伫荷兰人统治了，变做是独一神的这个信仰。所以荷兰人离开了后，到19世纪，当英国长老教会宣教师来的时阵，伊伫府城，这个宣教师受拜体，讲总是伫即个内山所在，这个西拉雅族的人，因欢迎这个宣教师。因讲恁所拜的上帝，就是阮祖先所拜的上帝，所以。长老教会诶，19世纪开始是对西拉雅族开始，其实对西拉雅族开始，这是接续17世纪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搁再来就是伫过去咱拢会认为讲，即个原住民对时间较无理解，所以拢会认为讲拢是看树啊，每一年树啊，什么时阵开花的时阵，就是一年开始。譬如讲巴西树，因着迄叫做什么树，就是什么树啊开花的时候，就是气动开花，就是一年的新的开始。实际上，但是实际上咱去看荷兰文献，其实咱会发现讲。即个西拉雅族，因会去看天象，因为即个根据荷兰文献内面所显示的，就是讲每一个月当每一年当月亮进入白羊座的迄个时机，就是因的即个禁忌的时阵就是30天袂使做迄个27项的即个代志。所以因有因的这个天象，因有因的这个历志伊伫因的文字内面，有年、月日、节日这种的，伊是用一年做一个循环，每年拢共款。重要的时节有几个，譬如讲夜正的时节，五季、修行进前、修行、真拢修行、大季，所以甲规个迄个。甲迄当时自然的环境是相配合，可是荷兰人来了后，变做7天一个循环，就是礼拜日就爱去做礼拜，做了是6天，所以因的这个历志的这个制度嘛，被荷兰人改变，这是会真简单，超过半点钟的时间，不歹势。无啥过，因为是讲敢有要甲大家有啥物款的？嘿咱有啥物款的问题会当，还是讲要有啥物款的回应会当？敢有要针对拄则林老师所讲的有啥物问题，还是讲有啥物要回应的无？我唔晓得。你再讲迄个大哥有大多岁，你们得38岁才会使是，因迄个年才38岁已经65啊。即摆你才15、16岁就开始，就是开始有生囝来呢，3岁。你当个生产力已经足悬，所以逐年你堕胎。对。伊对身体真顺。对，真顺，因为有女性甲甘地斯牧师 confess， 讲伊已经摕了10几个囡仔。是啊，你真无问题啊。对，对。就是讲，因为什么会有即种的迄个风俗习惯？咱头有讲，摕到迄个人口的，也是讲法律的。有的人是用即个宗教的即个角度伫想。其实即个西拉雅族因有一个概念，就是即个世界宇宙的人拢是人口是固定的。
就是讲生甲死，这个数价是固定的，所以若生一个就会死一个。啊，所以若讲囡仔生愈济时阵，可能因的这个部落的成年人会死愈济。啊，所以为着要避免这个成年人，特别是查甫人死去，啊，所以因就用控制人口方式来控制这个部落的这个人口袂减少。啊，因为伫咱有讲到，其实迄个时阵部落中间的战争，对因咧思考代志有真大的影响。像讲因是毋是要接受荷兰人入来伫因的中间，嘛是用部落战争作为因的考量。系啊，所以我的推测是安尼啦。啊，咁有其他的？两个问题吼，一个是甲拄啊，牧师咧讲即个阿里族吼，即个信仰可能是为即个基督教的信仰吼，转起来。但是即马咱对即个阿里族的即个信仰即个形态吼，感觉上，伊甲咱即马的即个民间信仰，敢若较接近，甚至因有诶即个阿里族的即个庙吼，细庙吼，就甲即个民间信仰的即个庙合作伙，咱若去较庄脚的所在，甚至是东部这边吼，因迄阿里族的即个细细个啊，即个庙敢若土地公安尼吼，人拢有个人甚至直接讲，因就是迄个壁头骨，有一款讲法，但是拄拄啊，牧师拄拄啊讲的，就是讲伊的源头真有可能就是即个受到基督教的即个影响吼。是。但是即马教会的人，其实我知影有个人嘛是，对即个阿里族的即个信仰，大概看作是敢若讲一种民间信仰，也是讲即个偶像崇拜，是。所以会反对有一款对伊有一款感觉，就你家己的看法，就是讲，像即款文化的即个文化甲心态的即个问题要安怎去处理安尼吼？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常常咧讲即个台湾是即个南岛语族的原乡，但是事实上，咱嘛有真侪台湾原住民的即个神话传说，甚至于口述历史，就是讲台湾的一寡原住民族是为外口入来，但是迄个时间点，是毋是讲咱较早有一寡祖先出去，去别位了后，搁转来，搁转来台湾，也是安怎？即个问题要安怎来解释？头一个问题就是迄个阿里做的即个宗教的即个问题。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讲对神学的即个角度来看的时阵，荷兰人离开到即个阿里做本身的即个出现，其实阿里做的即个崇拜是基督教信仰台湾化的一个典型，就是讲伊失去原来的即个母土，伊原来的即个营养的即个来源，台湾人家己本身去解说，即个宗教信仰的即个一寡伊的即个要素，然后伊用家己的文化。就是讲，伊用家己的想法，然后加上外来即个想法，渐渐改变即个信仰的
即个内涵。其实，伫荷兰人离开了后，伫1715年，有天主教的神父有来台湾，啊，即个迄人叫做地麦啦，冯秉正，天主教的神父，啊，伊是为，迄阵伊是即个敢若是康熙请伊来为台湾的地图。啊！伊来台湾，伊来台湾，伊福建的时候，伊就听讲伫台湾有基督徒，啊！伊对迄当阵基督徒非常的好奇，所以伊来台湾了后，伊头一就去找这自称做基督徒的人，啊！伊有看到这个人，又见到这个人，然后这个神父问讲：你对基督教的记忆是甚物货？迄个人就讲：阮知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嘛是上帝创造，可是亚当犯罪，所以爱用水来洗礼。啊，所以伫真济即个文献内面有记录讲，西拉雅族的人，伊仔出世的时候，拢摕去带去河边，甲伊洗身躯。这是即种的洗礼，总是因的即个对。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理解，因为离开这个荷兰的这个时代，愈来愈远，所以外来文化的物件都入去，所以就变做我袂使，我袂使讲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我应该讲这是基督教的这个原来像基督教伊伫失去这个原来的这个养分了后，伊家己本身成长出来的物件，所以有基督教的元素，有西拉雅本身的元素。比如讲，因即个日做，因有迄个节气，有航海，这是原来西拉雅的物件。然后伊也有汉人的物件，就是遐个后来变做家乡拜拜。伫西拉雅族。因受到即个荷兰人的即个压制影响，因去拜荷兰人的神，可是因无袂记阿里做的信仰。所以头你讲的即个壁卡佛，就是其实就是伫即个厅堂正厅正面一摆即个藏汉人的即信仰，边仔藏即个西拉雅即个信仰。这是一种宗教的即个混合这。我是想讲，伫这背后有真济物件，值得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台湾毋是独立人吼，伫即个日本的即个稳重的基督徒有共款的即个故事，就是讲因去拜即个观音，水上是玛利亚，就是迄个沉默的迄个记。对。水上伫荷兰人离开了后。台湾的这个西拉雅族的基督徒嘛，捌经历过亲像沉默共款的经历。因这个电视讲伊来台湾的头一件代志，伊就是创一个香案嘛，就是讲这是妈祖带入来，所以伊伫这个台南头一就设这个妈祖庙，设妈祖庙，伊要求这个西拉雅族人爱去拜这个妈祖。有真个基督徒无愿意拜即个妈祖，就是去互电信讲站头顶是价，无就是挂耳啊，受所以佮加上遐荷兰人荷兰人入来占因的土地，所以因本来是府城，所以因就爱离开府城，因去到伫即个内山。郑芝龙刚刚讲伊是天主教徒。郑芝龙，敢若是啦，伫迄个赖英雄教授的即个研究内面，伊有提起了即件代志。郑人讲着无？电视讲无。治疗有受洗哦。有受洗。有迄个有即个天主教的名。有迄个。我袂记叫。治疗是有受洗。你看迄个咱是。1个几年到100几年。对。你头讲第二个问题。时代。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咱一直讲咱台湾是南岛语族的影响嘛吼。啊，但是咱家己知影研究咱台湾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是讲口述历史，咱知影，其实考古，就是讲，咱真侪族其实是外口入来，啊，这点要解释。其实伫台湾即个原住民，因有南来说，甚至日本时代有北来说。马街伫伊的迄个佛法方式内面有讨论到即个问题。伊的观点就是讲，台湾原住民是对南部起来，因为其实伫即个原住民的研究内面有一个所在真重要，叫做就是绿岛，古早叫做孙仔赛。迄个伫高巴兰族还是阿美族。因讲因来到台湾进前，因捌伫孙仔赛待一段时间。伫因到孙仔赛前，伊是伫南边。所以伫19世纪即个马街介绍告诉因称呼台湾原住民叫做马来族。总是到伫20世纪，特别是迄个语言学的即个一寡语言学者，因就提出即个台湾是原住民的即个南岛语所的即个原乡的即种的概念，因也有为即个图家，即个迁徙出去的即个时间，拢有画出来。所以上，伫世界的即个学界嘛有真侪人接受即种的讲法，甚至最近有一寡文章伫讨论复活节岛的迄个母爱的即个论文，嘛有提到讲复活节岛早期的即个原住民是对台湾去的，所以这种我想这是一个台湾史的一个，应该讲是长期伫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无可能讲有一个真完整的一个决定，讲一定就是安怎，因为可能有新的资料的出现，或者是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会改写进前人的即个想法。譬如讲，本地19世纪是南来所为主的即种的概念，到20世纪，语言学的即个研究就推翻19世纪的即想法。若无定着将来即个DNA 遗传学即个研究会有新的看法出现，嘛无一定。先出个遗传，请教一下他们是不是都是母系社会？如果我家里有一个请一个印尼的，我也问到他在爪哇，他们都说他们爪哇里面也有小话无讲，也安无讲。像迄个电塔荷兰边大概迄边荷兰馆嘛，所以荷兰语一样。他们奇怪，他们都男生都他结婚，男生到他家住，他没有去住过他们家。他们也是10几岁都结婚，但是他们因为男生没有工作，因为人家要解逃了，他讲究。所以说女生现在很多到台湾来，她都觉得到台湾上班，她也在那个沙特阿拉伯上班，也上班了，她是觉得台湾比较好，因为他们不能跟男人讲话，不能跟那个部族的讲话，我看他们也是母系社会，我们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或者是以前听说大陆也是母系社会，其实因在西拉雅还是就是讲母系社会还是怎样？西拉雅，咱头路看到的，就荷兰文献所显示，因的字典所显示的，并不是母系社会啊，因为这个土地是属于部落的啊。
无讲即个女性继承倒底的问题嘛。伫台湾的原住民中间，会当清楚母系社会跟阿美族尔，对啊。若是印尼迄个所在，其实印尼话即摆伊讲迄个叫做马来话嘛。所以马来话除了马来话以外，另外因有原来因家己因家己的语言。其实伫荷兰人统治进前，印尼是10几个国家，每一个所在有因的王，有因的疆界，有因的即个统治者，是无共款的国家，是荷兰甲所有的即个国家变做是拢是伫荷兰的统治，变做是一个国家。后来印尼独立了后，全咧继承荷兰公家拢是印尼共和国的生活，实际上毋是，因为其实伫即马伫印尼有几个所在还有独立运动比如讲伫即个艾伦加亚，就是迄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边，荷兰人印尼文叫做艾伦加亚，实际上是新几内亚的人，因有独立运动。然后伫即个摩鹿加群岛，因嘛有独立运动，阿切，其实伫即个南海大地震进前，阿切因家己本身有因的独立运动，后来伫大地震了后，印尼甲即个阿切的即个地方有一个协议，就是讲你莫追求独立，可是互恁自治安尼，所以印尼法律未管到阿切即个所在。阿切是一个真严格的即伊斯兰的统治所以查某囡仔敢若甲查甫讲话都公开用低调来顺啊。无伊是讲伊遐会，伊讲迄个啥，沙特阿拉伯遐个国家。迄个苏尼派的经验。讲袂哦，因拢分开咯，因为比较请差不多4年，6年啦。伊就第3摆，然后伊袂使甲查甫讲话，食饭人来拢分开。比如讲查某甲查某，查甫甲查甫，你袂使迄个。阿切嘛是安尼阿切嘛是安尼，伫迄个爪哇就较开放，爪哇就较保险。因讲甲迄个马来西亚他们很讨厌马来西亚，他们大概以前本来都被马来西亚管嘛，后来才分出来。你咧国地是伫个苏门答腊，苏门答腊。实际上因各地有各地语言就是敢若亲像台湾本地是有台语、有客语、有原住民语，后来国民党来统治，所有人拢来讲国语。因共款的即个伫印尼是共款的所以因会晓讲因的本身的语言，搁即个马来语，至少有2种语言实际上马来语对因来讲是外来语，毋是因家己本身的语言。听到希拉雅这个字是为哪来？什么物件？对希拉雅。这个名啦，这个名。千箍希拉雅，你头拄咧讲是。外迁的嘛，毋是应该自迁嘛。无，迄是法国人。无咯，我问希拉雅这个音嘛。希拉雅，这个是语言。是不是为荷兰文下嘛？是。是啊。是。所以是，咁荷兰文咧写希拉雅，咁因希拉雅人家己讲，我就是希拉雅。是他种人。因字典内面你讲人是讲甲国人。我咧讲希拉雅是他称的，毋是自称嘛。为荷兰荷兰文去甲写。是。是。并毋是因希拉雅人讲，我就是希拉雅。对。即摆咱台湾人才会当往回来讲阮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伊就是我甲人。甲台湾，这是规个拢总台湾人自称嘛。
台湾人的讲我人啊，甲台湾，毋是外来语啊，是台湾的河洛语遐家咧讲的这四个音节啊，这四个字母会当写做四字书写体。你头拄仔咧讲吼，因西拉雅人的人要有一个用字，要有一个word。对。那前嘛，荷兰人要写西拉雅。这个我唔知啊，是啊，这个我都唔知啊。就是讲伊来到这个所在，甲这去咯吼，甲伊笑讲吼，啊你遮哦就你头拄仔咧讲咧，黄福龙啊，你可能迄敢伊家己自称。毋是啦，毋是，照迄个，因为法国人因的即个语言本身无 F 的发音嘛，是啊，伊无可能用 F 做伊家己族群的语言，所以这是外称。啊，至于讲，若是讲西拉雅即个名是安怎来的？因为伫荷兰文献内面，伊咧讲到即个原住民，伊并无用西拉雅即个名称来称啊。对。啊，所以可是伊是讲用语言，你讲南部就是讲西拉雅的话，啊，毋是族群的名称啊，是语言的名，毋是族群。啊，至于讲为什么叫西拉雅，我毋知。各位反正时间差不多，咱唔免讲问啊，唔通讲问啊，哎，介绍就好，唔通讲问啊。